2026年5月，香港私家車新車登記數據正式公布，新登記私家車一共有4828部，其中電動車嘅佔比高達89.2%，登記數位居前5嘅品牌分別係 Tesla、比亞迪、Denza、Zeekr 同埋小鵬。其實呢個榜單已經可以慢慢反映出一個事實：電動車補助政策退場後，本港電動車普及趨勢並冇逆轉嘅，證明電動車慢慢成為咗我哋呢塊市場嘅真實需求。的確，香港嘅環境本身就極之適合電動車，油價高，日常路程又短，令到電動車嘅低使用成本以及配置更豐富嘅優勢得到充分放大。對於家庭客嚟講，真係完全冇必要再去買油車啦。可以講，依家香港嘅電動車市場已經告別靠優惠帶動嘅被動階段，部車賣得好唔好，更多就係要睇佢本身嘅產品實力、定價等等嘅因素。有一點值得注意嘅係，運輸署就有講過，之前積壓落嚟嘅一換一申請要到5月中旬先可以完成審批，所以會影響到新車登記數據。亦即係話5月嘅榜單可能就輕輕仲有啲虛，究竟邊個先係真正好抽嘅嗰個呢？或者我哋可以睇埋6月份嘅數據再落結論啦。